各位兄弟，唔好再淨係掛住喺尖房死谷啦！30秒話個殘酷真相你知。根據統計，有37% 女士表示完全接受唔到另一半甩頭髮。對比一下，介意你唔靚仔嘅只係得10%，而介意你身材好嘅竟然得3%啫喎。你練咗3年嘅腹肌喺個發仔線面前，原來係一文不值。點解啲女士咁介意？因為五官係天生嘅，可以微調下，身材可以減，但係禿頭喺視覺上面係一種基因嘅降運。頭髮稀疏會直接摧毀一個男仔嘅氛圍感，令到你睇落老咗10歲，甚至有一種揮之唔去嘅油膩感。以為自己一個成熟嘅型男，喺女士眼入面可能只係一個髮量高級嘅伯伯。呢個可能就係你明明點解條件唔錯，但係溝女總係輸俾嗰啲樣貌普通但係頭髮厚嘅男士。唔好再等頭皮變咗沙木先識驚啦！如果你每次洗頭發覺到成手頭髮，或者枕頭嗰度多咗好多頭髮，可能就係你嘅毛囊發緊最後嘅警告啦。與其買幾千蚊嘅名牌衫，不如用 Exo 神俾毛囊一份再親禮物，叫翻醒啲休眠緊嘅毛囊細胞，攞翻你嘅顏值主動權啦！男人嘅自信真係由頭開始。想知你個毛囊仲有冇得救？等我幫你做翻個免費嘅 AI 頭皮檢測，幫你揾翻照鏡會會心微笑嘅自己。